各位兄弟，大家平安。平安。咱三甲来祈祷，迄个上帝，阮感谢你，今仔日，主，阮要主持伫遮，要结连伫主你的心中。主，阮就是你是葡萄树。主，感谢主你用你的话命引起阮，供应阮的需要，互我会当享受阮伫你的内面，你伫阮的内面遮尔水，遮尔美好的团契。主，阮恳求主你带领阮的心，互阮今仔日对你所讲的一切，拢有真深的领受。阮安尼仰望祈祷，是奉主耶稣的名。阿门。差不多20年前吼，迄当阵我去金门的时阵，本来是有人去金门，团队也是金门人。差不多20年前我去金门的时阵，迄当阵一个互我足着惊的代志，也是足惊喜的，应该是讲惊喜啊，惊讶吼。一项代志就是夜头看天哦，迄个天，迄个星星，好好是咱伫台湾。伫我的印象啊，都市，我对都市大汉，印象就是迄个星就是一粒一粒安尼尔。总是伫金门遐，迄当阵哦，迄当阵20年前，迄当阵的天，迄个星是一规片的，规抓安尼甲星河，真的就像星河，好像100度安尼哦，规片安尼，哦，光亮呀安尼，很长一条带状的，而且是很宽，不是安尼幼幼安尼。迄当阵，阮就常常倒伫迄个阮阮讲老人椅啊，或者梯椅嘛，安尼倒伫遐吼，就安尼看，一边看一边欣赏，一边抬杠安尼，感觉真幸福。总是差不多，我袂记你差不多对我2年前是差不多10年吧，是7年，我无啥会记。后来是差不多10年前，我去金门，遐个星就看袂着。因为进前金门无路灯，也无车灯，啥物灯拢无。因为进前戒严，还在还没在戒严的时候，他们是完全都是不能有灯光的吼。10年差不多10年啦，我无详细去算。15年的时间，路灯就开始有路灯啊，因为迄当时就开始戒严嘛，戒严也不2年啊。有的人讲，就路灯安尼吼，拢无看，毋是会滑倒啊。就市政府开始，县政府开始有淡薄仔钱的时阵，开始无咱来创一款路灯，互大家较有看，较袂滑倒安尼。结果迄路灯吼，起一个煞伤济啦，3步5步就一趴路灯。路灯伤济的时阵咧，夜头看星，看无啊。光害，咱就是讲光害。自从有路灯，就失去了星光。毋是迄个路灯毋好，是伤过多到太过于泛滥。咱即礼拜要继续再来看约伯记，这位完全正直、心灵诚实、敬畏上帝约伯，等于所有的一切拢互上帝摕倒转收倒转去以后。约伯有3个朋友来甲伊探访，甲伊考劝，爱伊悔改真侪。总是咱知约伯并无得罪上帝，所以咱对伊的回应会看到约伯，伊有时啊咧朋友咧解说伊的顶好，毋是因所讲的安尼。有时啊伊上帝咧祈祷，伊想要找一个答案。有时啊伊也是为了心灵的痛苦，伊开始埋怨，甚至是对上帝发脾气。因为约伯安尼的回应，伊所讲的话，在伊的朋友听起来，就亲像是一个悖逆、无受教的人。所以约伯的朋友就对伊开始真生气，甲约伯讲。但约伯讲啥物呢？就是今仔日咱所开经文头前大声。约伯的朋友甲伊讲，伊讲吼，你若继续安尼哦，你就绝对袂当脱离黑暗。火焰也要烧焦你的气，真严重哦。约伯，伊的朋友讲约伯讲，你就毋通我靠虚假来家己骗家己，因为虚假要诚做必的报应。这拢是记载伫15章遐。朋友讲继续讲，伊讲
你吼，若继续安尼吼，你就会亲像葡萄树，葡萄还袂熟就落去，也会亲像橄榄树，一开花就谢。哇，这个朋友一直咧高举家己的智慧才华，伊实在是足有智慧的人。总是伊也一直咧高举遮个，也高举家己的判断，这是对的。咱若是敢若看遮个朋友所讲的遮个话，雄雄听起来拢真有道理。总是在伫伊个话语中，一直咧论断约伯的一生拢是虚假，拢是错误。咱小想象一下，若是用这三个约伯，这三个朋友和约伯坐斗阵，安尼一个画面100度，一个画面，咱是毋是会？咱若画100度的时阵，会看到这个朋友，这个朋友吼，约伯的朋友看起来伊都光影的，哦，足严的，哦，真厉害的角色，因为伊拢讲的拢是真智慧、真知识的话，听起来也真对。这三个朋友伫100度内面光影的。毋过，遮个朋友就亲像是100度内面的光海，对100度，对即个画面，咱看袂到上帝真光，看袂到上帝怜悯甲慈爱。所以约伯是搁较艰苦。约伯伫今仔日的经文15讲，我将外部天地，我的皮肤，将我的角当如土。伊规身躯的皮肤是拢是毒疮。有诶化河流脓老血，有诶规个皮肤拢粗白白、也了白白。即种诶艰苦，亲像是约伯讲，即种诶艰苦，亲像是像满布天直接天地诶皮肤啦。咱若做丧事诶时阵，是会有诶人会穿换衫，有无穿换衫？迄个丧事以后换衫都会烫诶，总是约伯即领换衫，伊是直接天伫诶皮肤顶面。想要烫也烫袂掉，伫遮尔大艰苦绝望的时阵，约伯心中犹原有真光在照。有一项事伊犹原伫意爱得到，就是伊甲上帝关系犹原伫咧。伊和上帝关系是伊犹原爱得到的，伊犹咧祈祷，所以第17节有讲，伊的祈祷是清气，伊犹无放弃，伊无放弃。所以19节、20节，今仔日经文19节、20节讲，看当我的干净伫天面，我的保证的伫顶面，我的朋友遗弃我，总是我的目睭向上帝流目屎。伊讲看当我的干净伫天面，我的保证的伫顶面，在天有我的见证，在上有我的保人。约伯知影上帝是伊，只是唯一的见证甲中保。虽讲上帝对上帝遐无任何的回应，总是伊相信上帝知影伊是个守清洁、存心无虚假的人。当一切关系，伫伊地上一切关系，无论是伊的某、伊的朋友、伊的囝婿也无去，当一切关系拢无去的时阵，只有上帝甲伊的关系还是结连做伙，这就是伊的信仰。这就是约伯的信仰。约伯的朋友是伫言语的顶面一直安尼攻击，是遐尔无情，遐尔凶。无使约伯参像是因的冤仇人安尼，伊毋是朋友吗？约伯只有盼望上帝当救伊脱离遮一切诽谤甲攻击。所以约伯的祈祷讲：对啊，无你看目我的血，愿我的后叫无听响的所在。愿我哀求的声袂互看目，爱互听见。约伯一直咧哀求，虽讲约伯一直想要死，毋过伫伊的内心犹原有一个真深的盼望。有盼望才会祈祷，有盼望才会求啊。若拢无盼望，就免求啊嘛。就啥物话拢莫讲啊嘛，对无？有盼望才会求啊。伊盼望上帝当替伊来伸冤。咱看着一直绝望，一直约伯一直绝望，因为一直想要死。伊也伫盼望，盼望就是伊一直伫向上帝在哀求，伊一直伫绝望，甲盼望的中间一直咧海来海去，游来游去，
他一直在绝望与失望当中，绝望与盼望中间这样子走来走去，他一直在犹豫，因为他非常的痛苦。纵使伊对头教会拢无放弃，对甲上帝来对话，伊从来拢唔捌放弃伊甲上帝关系。一个义人的心头的光永远袂花去，情光永远拢伫个。朋友所讲的话，亲像是光海，将情光行窄，互人中要看袂到。总是伫约伯的心底，伫迄个孤单、大黑暗包围的所在，上帝的情光还稳稳在照。情光就是情光啊，虽讲是真细拍，犹原是袂消失，永远的情光。教会也有光海，教会其实光海也不遐多。今仔时我就用一个例来解释。是安怎？教会有光海，光海就是表面上看甲是真好，真道理，总是伫信用顶面却毋是遐尼靠谱。其中一个光海就是数字啊。长老教会逐年伫定期会员互会时，拢会看一寡配备表，无论是旧年度的收支决算，还是个人奉献的统计。聚会的人数、受洗的人数、会员的人数等等，这个数字，诚做教会伫教世发展顶面一个真重要的参考。不过，这个数字是毋是也有真可能会诚做取代上帝伫咱心中的位置？这个数字是毋是咱看到这个数字会感觉足骄傲的？迄才是看到这个数字啊，感觉足失望的，足无气力的。这个数字是毋是会取代上帝，诚做咱信仰的光海？长老教会久久以来存在一个真大问题，就是整个教世的发展，敢若拢停止伫遐，拢袂顶袂动，无啥物进步。有侪教会就开始咧敲找咱突破的方式，会去拜访一寡伫数字顶面真好看的教会，看伊是安怎咧做。有心研究是真好，不过若是只有看数字做标准，是一个真危险的代志。咱在一个事工的推动，需要有一寡愿意牺牲家己时间，愿意装备家己，愿意为先去做的同工，需要多条件配合，然后伫上帝的时间来行。若是一直咧欣赏别人的数字，无专心敲找上帝，无好好思考咱教会有啥物特色，咱教会有啥物需要，社会有啥物需要。有偌侪同工会当参与的同工内面，伊的运势是属于倒一款，等等，有足侪项代志咱爱去思考。咱若无去思考，上帝互咱有啥物特别的使命，却一直想要去学别人的数字，就诚做咱的偶像。咱所仰望的就是别人的成功，并毋是上帝的应允，并毋是上帝的呼召。咱所追求的若是数字，毋是信仰的实践。数字本身就诚做咱想要依赖夸口的偶像，诚做信仰的光海。数字所产生的光海嘛安尼，有侪教会受到数字的限制，将一寡已经推动真久的却无效果的事工来停起来。我就捌听有一间教会，伊推动的是都就月命。因为伊看到讲教会爱需要更较侪青少年儿童时代，所以因呢就推动儿童就月命来吸引更较侪儿童会当时来教会。总是久久以来无啥物效果，所以呢，本来是以后就甲伊把这个事工停起来，停止啊。咱来思考，无论是一个聚会还是事工的目的。绝对毋是爱有好看的数字。若是安尼，包括所有长老教会、祈祷会，你家会当是把手徛乖乖起来。因为咱长老教会祈祷跨世纪，毋是半年哦，也毋是5年、10年哦。这50、60年，长老教会对国家以后的这段遮尔长的时间，
整个长老教会人数到世也差不多。安尼有效果无？咱若看数字的时，就感觉足失志，就感觉讲啊，我基督也无，基督也无效啊。一个聚会，你就是事业要开，一个上重要的目的，就是要互正信徒有机会通发挥伊的恩赐，回应上帝伫因心中的呼召，互因的信仰会当得到起造，互因的信仰会当对家来改变活心，然后不断用顶头先的信仰来感动别人，用信仰影响信仰，互别人会当对咱的心中看到上帝作为，然后看到上帝真光。顶头先是咱基督徒一生的功课。教会其实来讲是一个真黑暗的所在。照讲，咱教会应该是一个真黑暗的所在。教会应该毋是遐尼光影足插白的所在，因为咱拢是一群随心自尽的信仰团体，咱拢是一群需要上帝帮助的信仰团体。假使讲，咱一直为着要追求迄个数字办一堆活动，然后用即只的数字来得，是要来刺激别人做甲拢无啥物效果。若是安尼，咱共愿莫去办，咱也毋通凊彩找人入来，因为教会广海足上重的，亲像哥林多教会，迄个需要真光的人会看袂到真光。哥林多教会就是一个温顺，大家温顺足温顺的教会。总是，当每一个人一直咧点家己的数字，点家己的温顺的时阵，迄个真正需要真光的人入来教会的时阵，会看袂到真光，只有看到一拍搁一拍插目，甲强固信仰。咱就要警醒，数字毋通成做咱的骄傲，毋通成做咱承受成功的判断。伫马太福音书20章遐有讲到一个葡萄园，伊葡萄园做工的譬喻。迄个譬喻简单来讲就是，耶稣招一寡咱的主招一寡人爱入去伊的葡萄园来做工来修行。有的人对早起9点做一园，就互伊招入来。9点是来，10点是来，11点是来，12点是来，下晡是来，到5点是来啊。下晡5点要收工啊要入来啦。伊的工钱拢偌济？同款对无？你早起是9点是来，伊收啊花钱要偌济葡萄咧。甲下晡是要关门啊，要结束啊，今天的工程要结束了。再入来人，可能收1拍2拍的葡萄尔，结果这收遮侪人葡萄的工人，含收1拍2拍的工人，因所摕到工钱拢是同款。这个意思对遮来看，意思是啥物？贡献较侪甲贡献较少的，拢得到同款的报酬。所以效果若真好，免夸口。效果若做甲无好，也免失志，因为伫天国所注入的财宝，拢是同款。数字，咱来看迄个数字做一个参考，毋是毋好，总是毋通诚做唯一的准则。咱的经验毋是毋重要，总是毋通诚做咱的罗网，滴到咱毋敢有搁较大的梦想，失去迄个看到愿望的眼光。若是咱一直咧挖靠过去的数字、过去的经验，咱的眼光一定受到限制，袂记得咱的上帝是一个新创造搁大有权力的上帝，咱就会陷落伫约别朋友、迄3个朋友遐的顶方。所以咱就定定爱问家己，是毋是一个较无真光的人？咱的较无是毋是会当帮助咱伫遮尔大广海的下面，悠远会当看到真光的带路？求主帮助咱对调整家己的眼光做起，减少教会广海，互真光会当互看见。咱教会真活法，
真有热情，真认真，其实也是真拍拼。总是有时啊，咱会当小停一下，为家己也替别人小想一下，互彼此有搁较侪的空间，搁较深的理解甲分享。咱的教会一定会得到搁较无共款、搁较大的改变。伫使徒行传第2章遐有咱拢知影讲圣神充满，圣神带领遮的使徒去传福音的时阵，使徒定定带遐的会众，同心祈祷、敬拜、擘饼、分享。结果咱有看到伫使徒行传第2章遐会记载讲，某一天有3000人受洗礼。迄假是讲有一部分的一个所在，第2章40几节遐有记载讲，主将得救的人数安怎日日加添福音。咱就爱看者，咱就爱看3000人呢，主将得救的人数日日加添福音呢，偌好咧！这个数字，看了目睭拢紧起来。总是咱却无看到，伫咧描写这个数字的正经经文有讲啥？咱唔通看唔到重点。我们不要断章取义，只看自己想看的那个部分。这段经文正经有讲，咱就要专心伫耶稣的教导，爱有团契的生活，挂伫你内面，你伫我内面，彼此分享的生活。咱爱同心合意，咱爱迫切祈祷、敬拜上帝。咱有做到遮个无？等咱咧看遐个数字的时阵，咱爱先思考，咱有做到无？咱有努力去做无？咱会先思考遮个。让咱伫每天的灵修生活中反省家己的信仰。互家己会当亲像天神安尼反映真光，互大人的心感受到欢喜满足，毋是插啊想要离安尼。迄个天神所反映的真光，拢是大家拢足较无的。常常有听到啥物流星雨的迄个新闻啊，是倒位啊，会当看到星啊，是啥物货，哇，大家拢开始走啊。没有光害的所在，真可惜。这几年，搁倒去经营的时阵，阮就一直想要找一个所在，因为传道的故乡是伫个小金门。阮伫个小金门，整个小岛，整个小金门小岛，我们开的这小金门很小，没有多大，我们开的是照片的整个小岛，都看不到20年前。那一片星河美好的景象，星星还在吗？还在啊。星星，太阳光所反射的星光，它其实应该都在，它应该都在，只是光害太严重，让我们看不见，看不见。嘛，咱每一天拢透过上帝话语。来反省家己的信仰，互咱的性命当亲像天神反映真光，也毋茫大家会当互家己伫教会中看到家己伫教会中的责任，看到需要，迄个需要可能就是你的责任。毋茫大家会当将一寡数字甲经验暂时收起来，放伫祈祷中，仰望主、交托主。一个遐尼大的性命共同体。所以，若要转化过程中，有可能需要真长的时间，有可能伫这个过程的中间，咱犹原会有一寡紧张，甚至是冲突的所在。有可能咱会向前3步，然后搁倒退2步，这拢袂要紧，安尼拢袂要紧，因为咱拢是罪人，咱拢无完全，咱拢需要上帝，咱着注目。伫咱心中去拍真光，咱的方向若是对的，就相信当咱
当咱有干净伫天里，咱的保证会伫顶面。咱若不时含主相结的，含主保持一个真好的关系，确实耶稣基督就是咱的中保，就算讲是伫极大的黑暗的中间，就算讲伫极大拢看袂到，敢拢看袂到真光的迄个时阵，咱所信的上帝，伊的确会带咱行去的路，伊的确会互咱的灵魂拢真引走头前跑走头前的路。咱三个来祈祷。天父上帝，我感谢你，当我因为家己的软弱、不足、甲欠缺，遇到失个看袂到头前路的时阵，伫大黑暗包围的时阵，我感谢你的真光照在照。感谢耶稣做阮的中保，做阮，互阮的祈祷会当透到天长，成做阮一生的盼望。恳求主圣神点动阮的心灵。继续带领扶持阮的一生，缀主的真光，行伫健康的路。阮安尼仰望感谢，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。